好，而家為大家介紹第一組動作，就開頭有2個8拍加4拍，係比較難數啲嘅。我哋而家示範俾大家睇。好，預備。好，預備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，係。我哋到呢度咧就已經係完成咗初頭嘅音樂㗎啦。嚟緊嘅就係入歌嘅動作嚟嘅。OK， 好，我哋預備5、6、7、8 and 1 hold 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 1、2、3 and 4、5 and 6、7、8 1 and 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就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OK， 好，我哋而家重複翻之前嗰個動作。OK， 好，預備開始。5、6、7 and 8 and 1 hold 2，我哋3、4去5、6、7、8就1、2、3 hip and 4、5、6、7、8 1、2、3、4、5、6就係7、8、1、2、3、4，開手6、7、8。OK， 咁我哋而家可以跟音樂嚟一次。